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这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燕牧师。2月18日，上帝的指纹转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8章1到2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箴言13章22节。好人为子孙留下产业，罪人积藏的财物却归义人。华克拉夫哈沃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真正的考验并非在于他扮演自己想要的角色时，而在于他扮演上帝要他扮演的角色时。神为你我写的人生剧本比你我自己规划的更好，你相信吗？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了大反击啊，犹太人的大反击啊，从过去的种种从以斯帖记第1章到第7章结束，我们看到原来这个被掳在巴比伦的地方，在波斯他们有机会在那里70年，这是上帝对他们的管教，让他们有机会因着波斯王愿意让他们归回到自己的耶路撒冷，但有一些人选择留下来，而这选择留下来的其实就是在以斯帖这个时代末底改跟他的堂妹以斯帖留在波斯，而他们选择没有让人知道他们犹太人的身份。当有天王呢，因着他的前王后不听他的话，不愿意在众这个贵宾的面前前来让他炫耀他有多美丽，于是他把他废了王后之后，这时候王呢也正好他去了这个带领众他的众127个省的这些很大的军队他们要去打这个雅典。我们会发现他打输回来以后，竟然有人就建议他，哎呀，这个你既然这么想要钱的这个王后被废除，有一点懊恼，有点后悔了，那应该要选新的王后于是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女主角以斯帖就被选为王后，关难过关过，竟然最后真的被选上，而且还马上被王所喜爱，就封立为王后。但这个末底改他在朝廷里面当官因着这个宰相，我们知道哈曼因他一个人不愿意这个跟他跪拜，于是就引发了这整个想要不只是提前杀掉这个末底改，甚至于要把整个犹太民族给灭绝。但是这位神真的是有奇妙的手的带领，我们看到这个处处有上帝的指纹在，不只是那个有一个看不见的双手有一个上帝的指纹，再一次一次的见证他的作为。他是一个有给人机会，有恩惠让人真的能够心领神会，说就是这位神。而这神的心意真是要我们好好的明白，因为到了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哈曼这最后他是真的是自己挖坑，自己被埋在那坑里面。当他被吊在
他为末底改所造的那个绞刑架上时候，王的怒气止息之后呢，今天我们就看到整个角色大转换。今天经文就来到了当天，亚哈随鲁王把犹太人的敌人哈曼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以斯帖。以斯帖告诉王，末底改是他的亲属。从那时起，末底改获准进到王的面前。王把哈曼那里追讨回来的印章、戒指取下，给了末底改。以斯帖也委派末底改管理哈曼的财产。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角色的转换。本来这个哈曼他是这个宰相啊，他是有钱富可敌国，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他的财产一定是被充公那大概就可以知道哈曼他是以叛国罪被处死。我们仔细来看，其实回归到前面的第4章开始，末底改跟以斯帖两人的角色就已经转换了。第4章之前，以斯帖都是听末底改的，我们从第2章那里18节19节就知道。之后转为以斯帖主动的，而末底改被动。我们看到在4章17节，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取行。如今我们看到第8章2节，这里有说以斯帖委派末底改管理哈曼的财产，也就是末底改从领导而被转换为被领导的角色。角色转换说明以斯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说明了末底改培养以斯帖的成功和末底改他的谦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一位人生的脚本给我们的，其实是要愿意，我们能不能愿意去扮演好神给我们的角色。我们从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好好来回想，我们其实从孩童时期，我们被管教被带领，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或许我们开始有工作，我们在一定的地位上，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然后跟我们在教会的角色，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转换。而在转换当中，其实我们是要适应的，也就是我能不能扮演好上帝给我此时此刻的角色。我们可以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家庭，我们就知道我们很多的家庭的冲突纠纷，其实就在于我们角色转换上有了不是那么恰当，是吗？就是我们一时没有办法适应。小孩子长大了，其实就要给他自由选择，因为他选择了以后他才会负责。但并不是说我嘴巴说给你选择你自由选择当你要给你负责的时候，然后我们又收回来说，你看你就是不会这样选择，你看还是我来帮你收尾吧。我们看到吗？其实这个孩子他会觉得没有被信任。我们或许出于好意觉得我是出手在帮你解决这些你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他就感受到他是没有被信任的。所以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做起，我们也审视，有可能我们的父母已经到了一个情况，他本来都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的决定者，有可能各种原因你独立了，或者是父母生病了，这时候他需要被帮助，其实那角色是很难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生病卧床不起，什么都要靠人家，真的是需要调整。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好来默想角色的转换的时刻，我们如何尽力扮演好上帝给
我的角色呢？今天我要从哪里开始来调整，预备那个时候的到来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在我们一生的当中，主啊，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看不见的这双手，但我们却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角色是在转换中，角色转换中我们需要承担，或者是我们需要谦卑。恳求主帮助我们很有限，恳求主你用你无限的爱充满我们，也让我们有你的爱，因着爱的缘故，我们转换就能够得心应手。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弟兄姐妹，音乐牧师祝福您，就像今天我们连结的歌哦，我们要成为得胜者，是因着这一位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可以随着他，靠着他的圣名，我们都可以来得胜哦。我们明天见。